来拉萨，你一定会去布达拉宫、大昭寺、文成公主剧场、帕邦卡、扎基寺、西藏博物馆。那你一定会去吃田村酸汤牦牛肉和石锅藏香鸡。这里有古怪可爱的流程姐，浓郁的藏族风情，热情的藏族歌舞，藏族风味的美食也让人络绎不绝的游客流连忘返。雪域田村是西藏本土品牌，自研开胃酸汤，适宜所有人胃口。在高原散养的牦牛，贡献身体最柔嫩的部位。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呈上美味的菜品：雪花牛肉、现切牦牛肉、原味牛肉、牛臀肉都只需涮烫8秒，Q 弹一缕，鲜嫩在口中交织，酸汤在胃里翻腾，仿若在高原的花海随风而起，是自由，是希望。特色甜茶，浓郁的奶香，每一滴都是藏族人民的祝福。在雪山奔跑的藏香鸡，活泼好动，善于飞翔，自然是来自高原的不二美食。简单几乎处理完毕，加入手掌笋、松茸、当归、莲子等食材，将鸡肉倒入木头石锅之中，慢炖40分钟。木头石锅的魔力将鲜香与美味牢牢锁在锅中，鸡肉经过炖煮滑嫩多汁，一口下去好吃到爆炸。田村酸汤牦牛肉在全国有23家门店，拉萨就有13家。田村石锅藏香鸡在拉萨有5家。藏族人的文化与美食吸引你而来，藏族人的美好祝愿也会永远伴随着您。田村酸汤牦牛肉，田村石锅藏香鸡，欢迎您！扎西